卤猪脚的第一步，拿来3只袜子，怎么回事？我们的那个中药包，它是用袜子，就是干净的袜子装，因为袜子它的缝隙比较有缝隙，然后那个中药材的味道都可以渗透出来，可是药材又不会跑出去。通常店家秘方不让人知道，林佳怡倒是很大方，勾起猪脚放入滚水穿烫，下卤汁，不卤火，要卤得 Q 软弹牙不油腻。她说技术是看着学不来的，就看技术，真的要看技术。抓起一大把蒜头，丢果汁机打碎，再拌入酱油膏，快速搅拌，浓郁蒜香搭配冷凉的猪脚肉，滋味最好。独门蒜蓉酱比猪脚还受欢迎。大家讲，哎呦，你的迄温料较好食呢。我讲是啊，你来吃啊。对，他会要求多加一点酱，他就会觉得说他平常没有，就是猪脚配剩的酱，他都会拿来沾菜啊，或者是蒜泥白肉，或者是可能直接就配饭吃。猪脚最初只是阿婆板条摊子里的配菜之一，意外卤成了万峦名产，卤出了聚宝盆。老人家把手艺传给子孙，依旧坚持盯紧每个步骤。你若做不好，你个念哦。哎呦，我讲这个会好嘞，啊，搁一个啊，我会来看啦。假日尝试游览车络绎不绝，训练出剁猪脚的利落。卤好的猪脚穿上咖啡色的糖衣，令人食指大动。tiểu cá nhỏ，你推荐吗？给老板娘推荐什么？这一行啊，有章有给，是我们的招牌吧？那当然就猪脚了，还到万峦，是不是？招牌猪脚放亮了万峦特色。阿婆的铺子已经扩张成4家店面，第3代的姐妹花有志一同，要让猪脚香飘向全台。推荐嘛鸡，吃下挨掉章油鸡。推荐嘛鸡，吃下挨掉章油鸡。